第6章，耶穌離開迄位，來到家己的家鄉，學生也跟地。到安息日，伊佇會堂內教示人，眾人聽見，就真稀奇，講：這個人對倒落有這個事呢？所賜予伊的是甚麼智慧？伊手所做是何等的異能呢？這毋是迄個目像嗎？毋是瑪利亞的囝雅各、約瑟、猶大、西門的大兄嗎？伊的小妹無也是佇咱這位嗎？因就厭棄。耶穌對因講：大半先知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以外，無有無受人尊敬的。耶穌就佇遐，未得行什麼異能，不過還手佇幾個病人身頂醫好因。伊也奇怪因毋信，就去周圍鄉舍教示人。耶穌叫12個學生來，差遣因兩個的出去，也賜予因權柄，制服污鬼，並且吩咐因行路的時陣，毋免帶食物甲茶腰帶內毋免帶錢，除了管仔以外，什麼攏毋免帶，只要穿鞋，也毋免穿兩領衫。閣對因講：你無論去到倒落，入人的家，就踮佇遐，直到離開迄所在。什麼所在的人毋接待恁，毋聽恁，恁離開迄位的時陣，就將骹頂的塵土搬落去，對因做見證。學生就出去，傳道叫人悔改，閣趕出真多的鬼，用油抹真多病人，醫好因。耶穌的名聲傳揚出來，希律王聽見了，就講：加稅吏的約翰對時來國話，所以這個異能對伊內面發出來。總是別人講是以利亞，閣有人講是先知，拄親像先知中的一位。希律聽見，卻講是我所抬的約翰，伊閣話啦。大聖是希律為伊兄弟腓力的婦人人希羅底的緣故，找人去掠約翰，鎖佇監內。因為希律已經帶迄個婦人人，約翰捌對希律講：你帶你的兄弟的婦人人是無合理的。對安尼，希羅底怨憤哩，想要殺伊，只是袂話。因為希律知影約翰是義人，是聖人，所以敬畏伊，保護伊，聽伊講論，就做照着行，並且樂意聽伊。有一日，湊坎是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擺設筵席，請大臣甲千夫長，閣加利利做首領的。希羅底的查某囝入來跳舞，互希律甲當道的人攏歡喜。王就對查某囡仔講：你隨意向我求什麼，我的確予你。閣對伊起咒詛講：照你向我求什麼，就是國的一半，我也的確予你。伊就出去，對老母講：我通求什麼呢？伊的老母講：行稅吏約翰的頭。伊就趕緊入去見王，求伊講：我願王
连边将惊水的约翰的头下伫盘内互我。王就真忧愁，总是因为伊所起的咒詛，搁因为东道的人，就毋肯提时，随时找一个护卫兵，吩咐摕约翰的头来。护卫兵就去伫家内抬约翰，将头下伫盘里，摕来互女主。查某囡仔就互伊的老母。约翰的学生听见，就来将伊的身尸领去，葬伫坟墓内。使徒聚集到耶稣迄位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，拢讲互伊听。伊就讲：恁来甲我暗暗到旷野的所在去歇一下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因连食饭也无时间，因就坐船暗暗去旷野的所在。众人看见因去，有真多认捌因的，就对逐城步行，三甲走到迄位，比因大声赶到。耶稣出来，看见有真多的人，就怜悯因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一般。对安尼开喙教示因真侪道理。天已经暗，学生进前来讲，这是旷野，天已经暗，请互众人散开，因通去四面乡舍的内面，家己买什么食。耶稣因讲：恁互因食吧。学生讲：阮通去买20两银的饼，互因食吗？耶稣讲：恁有偌侪饼，通去看卖。因就知影，就讲5个饼，2尾鱼。耶稣吩咐因，互众人一帮一帮会坐伫青草地顶，众人就一排一排会坐落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摕这5个饼，2尾鱼，天祝福，掰开饼，分互学生，摆伫众人面前，也将迄2尾鱼分互众人，因拢食，并且食饱。学生就将脆饼、脆鱼收捡起来，装满12篮。食饼的大部人共有5000。耶稣随时催学生上船，大声渡到迄边伯赛大去。等伊叫众人散开，伊既然识别因，就去山顶去祈祷。到下昏，船伫海中，耶稣家己伫岸顶，看见学生因为风无顺，摇橹真艰苦，每时约有4更，就伫海面顶行，去因迄位，意思是要行过因。总是学生看见伊伫海面顶行，掠做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因拢看见伊，搁真惊吓。耶稣赶紧对因讲：恁放心，是我，毋免惊。对安尼到因迄位上船，风就掂了，因心内10分惊吓。这是因为因未明白迄个分饼的事，心内犹是愚妄。既然渡过去，来到敬尼撒勒的所在，就挖岸，一个落船，众人认得是耶稣，就走遍迄一带的所在，听见伊伫倒一位，就将所有病的人
用肉仔放到迄位。凡那耶稣所到的所在，也是乡舍，也是城内，也是乡间，因拢将病人下伫街市的顶面，求耶稣只用允因摸伊的衫具，凡那摸着的人就拢好啦。